预习一次哈，你真的隔天去上课，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哈，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而且你心里面会很有自信。你上课的时候会很有自信，因为你会觉得我好像都懂一些，老师讲的我都懂老师讲的我都懂，我上课马上就记下来了，你会很有自信。这是主动学习，主动学习的效果一定比被动学习好。好，你先预习过后，你上课来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主动学习的，甚至老师问你问什么问题，你马上都可以回答，那是你的自信心。一个人只要有自信以后，学什么东西都会很快，学什么东西都会比别人好，那是自信养成的，不是你的智商比别人好。大家智商都一样好，只因为你多了一个自信心而已。好，其实你说我今天上台这边讲，我真的有比下面的爸爸妈妈还厉害吗？没有，因为我有自信，我敢说，这样子而已。其实大家都很优秀，只是有的人只是没有机会上来讲，这样而已啊。好，没有问题。预习可以培养自己的信心。好，再来第3个阅读，这个就是主轴。你上完课以后，老师给你笔记了，你自己做的笔记，老师又给你笔记了，你要怎么自己去把这些资料整个融会贯通的整理好，然后变成是你自己的，然后用你自己的话把它说出来。就好像刚才你们在讲那个渡台政策，你们能够讲出来是用你自己的话讲。好，课本上写的是作者他说的，那你要怎么把它了解之后，再用你自己的话说出来？而且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看了很多的书，光是这个台湾这个渡台政策禁令这个书可能就看了很多，就你自己所了解的，课本上没写的，你又把它加进来，又说出来，这完全都是你自己的，这个叫做逻辑思考，叫融会贯通。好，如果你能够这样子说出来的话，那就是属于完全都是你自己的东西了，不管考试怎么考，你都不怕，而且这可以训练你的表达能力，因为你能够说出来。我记得我那时候你们刚来入学的时候，我们有来这边上那个什么家长什么研讨会哈，然后里面有个课程，它数学里面有个数学的表达能力，那一堂课我觉得有这样的课蛮不错的，因为那张带着我留下，他说数学课里面除了教数学啊推理，后面还有一个数学怎么表达，就是表达能力。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会算哦，但是他不会表达。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数学怎么算能够表达出来的话，那表示你对这个完全都懂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达能力很重要，能够把你懂的东西又表达出来说给别人听，表示你对他是完全了解。那有的人会算不够再表达出来的话，就表示你完全对他了解。所以说第3个在阅读的部分就是你要把课本上所有的东西把它消化完以后，你还能够再表达出来，用自己的话，那就是你自己的。所以说呢，第3个阅读的部分就是真的是我们的逻辑思考。好，那你整个把你的笔记都整理好了以后，复述就是说你再把它表达一次出来。那你在你把它表达一次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的会讲漏掉了，或是突然忘了讲不出来，就表示你对那个地方不熟。不熟的地方呢，你就是再自我反省、自我检定，再拿出来看一次，或者是说你补充的部分再补充一下。你看，你经过你自己在自我复述又自我反省过后，你把你不会的也都变成会了，那就没有问题了。这就是 PQST。第1个先浏览就看过一次了，第2个做了提问，提问完以后，第3个你在阅读的时候又把课文又融会贯通一次的。再来第4个呢，你把课文这样让自己用自己的话讲一次，在讲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有不理解的，你就是利用第5个自我检定，再看一次，把不会的补充上去。你这个课文已经看3次，讲2次出来了，你觉得你这个课文还有可能会不理解吗？有没有问题？你对你的这个内容已经看3次，讲2次出来了，你还会不理解吗？这个就是 PQST 的学习方法。这样的问题，好，那没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后面我们要做笔记的一个格式。好，笔记呢，它这边讲了用自己的话很简单的来讲，
而且笔记的字不要很多，笔记的内容不要写很多，写很多不是好的笔记。为什么？因为你融会贯通了，你只要看到几个关键字，就知道它是在讲什么。再来呢，做笔记的步骤呢，就是说你要先抓主题。然后我等下会教大家怎么抓关键字，然后关键字抓出来以后怎么去做分类，就是分为它是属于哪一类的，然后每一类的前面再去下一个标题，标题就是我们课文上面都会常常写一个标题，有没有？什么什么的意义呀、什么什么的内容啊，什么什么的景象啊，那个就是标题。好，那在这边有很多笔记的格式，那做笔记的话呢？笔记有很多的格式，那我觉得说做笔记是一种很活的东西，是自己的，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笔记格式去做，不一定要完全按照这个它这个只是提了很多那而且做笔记的格式也是按照个人的兴趣还有个人的，我觉得星座，像那个处女座的就很喜欢做这种笔记，就是要中规中矩的，然后就是要这样画。那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画图的，就可以做这种笔记。像那个国小的学生呢，我就叫他们做这种笔记，因为这可以画图。而且这种笔记有个好处，就是它是圆形放射状的，你可以无限的延伸，就是你想到什么就可以加进去，想到什么都可以加进去，而且它后面还可以一直在加。那这种笔记的话呢，比较会受限制。就是你几格写好了以后，当你想到什么的时候，你会想，哎呦，已经补充不下去了，算了啦，大概不会考，你就会不想写因为它会，而且就是在你在发挥创意的时候，譬如它只有2个空格，你就只想2个，你不会再想第3个，那这个可以增加你的创意，因为它是无限的放射。那还有就是像这种是树枝状的。这是鱼骨式我觉得这应该是树枝状的，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这也是可以一直延伸。大部分小朋友可能会喜欢这个，这个我觉得不错。然后这个的话是象限式的，那象限式是比较适用在比较方面的笔记。你笔记可以因为你不同的需求来做各种不同。如果你今天是你的笔记是属于什么汉武帝跟什么汉朝跟汉武帝跟什么秦始皇的什么。文武功的比较，那你就可以用这种象限式的，就可以去做比较。好，那所以呢，通常我会喜欢小朋友的笔记本是买那种全部都白色的，不要一个一个的，因为全部都白色的，它可以做这种无限的创意的放射状的一些图，它可以画。因为你做笔记写的太整齐，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没有办法引起自己的兴趣。那我喜欢他买那种白色的，那你怎么样一直画颜色都没有关系，你甚至本来笔记1页嘛，你就把它2页当成一大个来写都没有关系。然后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心智图法。进来叫 MyMapping， 然后带我们玩这个心智图法。然后教这个的一个叫孙艺兴老师，他在台北有在开课。我不是叫你们去上课啦，因为这样跟我们课程冲突了。不过我觉得他的书真的不错，你们可以看看。如果你们真的想去上课也不错孙艺兴老师他在台北都有开课，他专门就是在教这种笔记的。然后呢，你看他的笔记就是像这样，这是他做的笔记了。可以下去看一下，然后最重要是它里面都画很多图，然后写得很简单，看起来蛮有趣的。这个是小朋友的笔记，然后你要做他的笔记你就是它会有一整套的那种彩虹笔，是不是？彩虹笔，然后你就可以画颜色。然后它是这个 MyMapping 呢，它在国外他们是在广告公司里面，或是企划的这个公司里面他们在脑力激荡的时候做的。然后他们有时候一个企划的构想，他们可以用一整面的墙，然后大家一直想，脑力激荡一直想出来。他这边想到做笔记的方式跟我们的课程可以很有几乎是一样的，然后他写的很好，那大家可以看看，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因为这个很有
有趣呀，我觉得。好，那这是做笔记的方法。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来练习做怎么选关键字。好，现在我们整个课文里面一大篇，那你就说好，我要做笔记，我怎么下手？我刚讲过了，你就是要去找这些问题嘛，对不对？那这些问题找出来以后，我要怎么去选关键字？这个关键字就是怎么样呢？就跟你要做的这个主题它是有关联的，然后这个字很鲜明，让你能够印象很深刻。你看到这个字，你就想到这句话是什么？你看到这个字就可以想到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关键字。因为我们笔记字不要多，就是把重点的字写出来就好了。然后呢，他这边讲到什么叫做关键字？好，关键字呢，它在这边比喻的一个标题就是说，好像我们把一支笔丢到海里面去，那支笔是怎么样？不见了吗？它是在海里面，它没有不见的。可是要你去找，你又突然找不到它。可是等你找不到它，不想找它的时候，它又浮出来了。那就变成怎么样？你考试的时候你都想不起来，考卷交了出去以后，你就想到答案了，没有用的。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想办法，在我需要它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得到它。是不是我必须在这个笔上面绑个绳子，然后丢进去？哎，我看到我要这支笔的时候，把那个绳子拉起来就看到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很像我们在电脑存档？你把所有的档案通通都存进去，My Document里面，等到你要找资料的时候，一个一个在那边翻。你为什么不要把它分好？哎，这是属于国文的，这属于数学的，这属于英文的。难道我要找的这个资料是属于国文的，我只要去开国文的资料讲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重点把它锁住，就不会找不到它。所以我们这个关键字呢，就是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我要找这个东西，我从这边就可以，我从这个关键我就知道，哎，这下面绑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一看到那个浮标，我就知道这下面是什么鱼了。好，那所以说这个关键字是很鲜明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题。好，那我们选择关键字的原则就是说，你看一下，你自己看一下，就是它可以带出整句话然后呢，最好就是我们能够感官可以感受到的，因为它可以加强我们的记忆。好，能够感官可以感受到，可以加强记忆。就是上一次我们在演讲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做到身体名单？有没有？那为什么你会记得？因为它跟你的身体做结合，你的身体有感受到，所以你就会记得起来。好，说不定到现在都还有人记得，会不会？所以说跟感官能够有感受的，还有这个字呢，这大家看一下，然后有一个地方它没有写，我们补充上去，在提示词的后面，我们加上第7点。往往都是关键字的地方。提示词，那你们知道什么是提示词？提示词知道吗？如果我今天如果讲说，比如说我今天想说，老师就跟邱宇伟说，邱宇伟，你很聪明哦，可是。你不太用功，你觉得老师今天是在重点是要跟他讲他很聪明，还是要跟他讲他不用功？不用功。对呀，所以那个可是就是提示词，重点就是在可是后面。今天老师不是在称赞他，其实是在骂他。那你要把重点放在可是后面，可是你不够用功，你不要以为老师今天是在称赞你。所以那个就是提示词的后面是重点。好，譬如说我们常常讲话讲说。演讲啊，然而后面那个大就是重点，或者是说，因为因为后面可能也是一个重点，这个就是提示词，有没有问题？知道什么叫提示词吗？可是因为然而，这个都是提示词。而要。怎么样？那个都是提示词。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做练习，看后面的第9页。我跟你讲这个关键字没有标准答案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你们不要担心说，我会不会讲错？因为每个人的感官是不一样，每个人的重点也不一样有些人呢，他的累积的知识是很多的，对他而言这不是重点，因为他觉得这本来他就会了。可是有些人他懂的东西比较少，对他而言这是重点。那大人跟小孩对那个关键字的重点字的感受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跟小朋友说你这样不对，不要这样跟他讲，他们都是对的，只要他能够因为他的关键字可以知道了解这句话是什么，这样子就是好的。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身体要好，绿色蔬菜不可少。你觉得这一句话里面，你会把哪一个地方当成是你的关键字？绿色。对，因为它有颜色，对不对？而且你看到绿色，如果好，你们就在这个关键字的地方写绿色蔬菜。如果你不想用写的，用画图的也可以。好，那等一下我如果问你绿色蔬菜，你会不会想到这句话这跟你讲什么？身体要好，绿色蔬菜不可少，对不对？因为你把这句话你先了解了，然后你把绿色蔬菜这个东西放在你的脑中，等一下你看到绿色蔬菜，你就要想到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所以你首先要先了解这句话在讲什么，了解以后把关键字点出来，所以等一下我会问你我会用关键字来问你们，然后你们要跟我讲整句话。我没有要你一字不漏的讲出来，但是至少你要大约能够讲出这句话在说什么。再来第二个，猫在钢琴上昏倒了。你会写哪一个？猫昏倒。可以写猫昏倒，对不对？再来第三个，台湾原来是一个美丽的宝岛，可是脏和乱破坏了它的美貌。你会选什么？脏和乱。为什么？为什么提醒？对呀，因为它是可是是一个提示词。扯铃在古代称为空钟，因为扯铃在旋转的时候会发出像钟鸣般的声音。你会选什么？钟鸣，为什么你想要选这个？因为有声音啊。对，因为有声，因为有感官呐，对不对？因为有感官呐，你一听到钟鸣，你就知道这个是在讲扯铃发出来的声音啊。因为有感官呐，对不对？好，最大的一座古代资源回收桶。这样子的话，你会想要选哪一个？古代资源回收桶因为这个图像又很鲜明再来。大陆的湖泊本部受地形和气候的影响，分为淡水湖和咸水湖。你会选什么？地形跟气候对呀，你们都很会选一看就知道重点在哪边这样你们做笔记就没问题。其实我后来发现我到最后我读书的时候已经可以。就是我做笔记以后，然后到最后我发现，我们都要考试嘛，我发现我到最后已经可以知道老师出题要出哪一题了。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准我已经读到最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考那个都是书都很厚，你知道吗？好几本啊，这个整个要念完真的很累。然后
后我已经念到最后已经知道说，其实老师大概就是会考哪些题目，大概怎么考都知道了，因为你已经会抓重点了，就知道老师大概就是怎么考。到最后变这样，而且到最后已经不用做笔记，笔记在心中了。然后你就会知道老师大概就是要考什么。就我跟各位讲，我刚开始还没有接触这个课以前，要去考那个期货的证照。我考了第一次没过，第二次差一点点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就去跟我妹讲说，我觉得读书真的很难，我真的都考不过。然后每次考个期货要花很多心血，然后又要上班要照顾小孩。然后我妹就跟我讲说，你要用这个方法，那要学来不及了。她就帮我恶补了一下，但是我也没有恶补一下，真的也不是效果那么好，但是大约稍微懂一点。我第三次就有考过了。第三次才考过，那第三次考过以后，我就后来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方法学好。到最后我考试的时候我都知道我一定会过，但是我的目的是要考那个前100名，因为前100名会公布出来。他会在因为我们考试都是全省的那个金融机构，大家都会去考嘛，然后他会把它公布在网络上前100名，那他会写我们联邦银行某某，他觉得不好讲。对啊，就是到最后是在跟自己竞赛，然后就是想要考满分。所以我跟你讲，我每次去考我上一次去考一个投资型，也是想要考满，所以我想说考满分可以有一张奖状啊。但是考过以后证书都是一样，我们70分及格，证书大小章都一样，所以大家都想说及格就好，你干嘛要这么拼？我说我想要得那张奖状，结果我们考2科，我1科考100，一科考98，就错一题呀。然后错一题我就说我要进去查分数啊，就被人家骂。他说你考这样子进去查分数会被骂，我说因为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觉得我都对呀。对，就是你到最后会觉得是在跟自己竞赛，不是说只是为了怎么样。所以说你到最后我会觉得，我会觉得很想读书了。我觉得读书真的很好玩，因为好像都在抓那个初考老师的心理，他大概出这一条跟我想的不一样，觉得就是蛮好玩的。我觉得把读书当成是一种兴趣。好，我现在问你们小朋友，你们觉得如果你们读书，然后老师都不要考试的话，你们会觉得比较想读书吗？会吗？会不会？不是因为老师要考试你们才读书呢？不是。所以老师如果今天不考试，你就不想读书吗？还是说老师不要考试，我可能会比较喜欢读书？会不会？因为有的小朋友说，如果老师不要让我考试，我会把读书当成是一种兴趣，我可能会比较想读。可是因为老师叫我考试我才来读的，他好像不太喜欢。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虽然山椒鱼给人脆弱、容易受伤害的感觉，可是它们生存在地球上已经超过1亿年之久，生命力还是很强韧。你会选什么？强韧你一定会想要选，对不对？因为你觉得这个字是很特殊的字，对不对？应该是选生命力强韧吧。生命力很强韧，因为他这边就是跟我们讲，这个山椒鱼看起来就是很脆弱，好像很容易，就是像小草一样很脆弱，一踩就会倒一样。可是问题小草是很强韧的，它风一吹它就会上来了。然后山椒鱼是这样子，它看起来就是很脆弱，但实际上它却是1亿年之久就已经生存的生物。因为生物是不是会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太脆弱的东西是不是很容易就会被消灭掉？就是绝迹的嘛，对不对？但是它一直都不会，还就是说生命力很强韧。所以我就感觉理解后，我会觉得说是生命力强韧。好。再来下一个，自从1940年代发现原子能以来，人为的放射能污染已经逐渐威胁我们的健康。放射能污染。喂。
钟鸣般，不要看课本，钟鸣般。期待古代成为空中，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讲出来没关系，但是你可以把那个意思讲出来，至少你没有讲错就是对。再来，张而乱。台湾生命力强韧。你把你自己，因为你刚才理解过，抓出关键字嘛，你只要把你理解的讲出来。猫昏倒了。绿色蔬菜。古代资源回收桶。地形和气候。大陆的湖泊。这样子会不会很好记？比较好记，对不对？那如果你把这些关键字哦，譬如说这是一个课文，我要你从第1到第8全部都背下来。那你刚才是把关键字拿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我讲的关键字，你们又可以把这些句子都念出来，对不对？那你现在是只差在哪边它的顺序而已。只要它的顺序对了，你就把整个课文背下来了。那这个顺序就是要看我们记忆的方法，就是说你这个关键字啊，我有个连锁法，可以把这些关键字把它全部记下来，按照顺序记下来。那你只要利用这个连锁法，把这个关键字的顺序记下来以后，你又利用关键字可以把整句话讲出来的话，那你这个1到8的课文就全部记下来了。这个是记忆方法，这个就是记忆方法的应用。所以说，我们常常觉得坊间只教记忆是不对的，应该是要先把这个笔记的方法先教好。笔记的方法先教好以后，你会取关键字了，然后再利用记忆的方法去把关键字记下来就好了。然后关键字呢，你看到关键字，你可以利用你看到关键字呢，你可以利用这些关键字把整句话都讲出来，你课文就可以记下来了。可是如果没有教你这个笔记的方法，你只是利用记忆的方法，你可能就是一直在记这些，这样子是不是聪明读书的方法？因为你记忆用太多了，你记忆只要记关键字就好了。所以说，如果这是一个条文或一个课文，要你整篇记下来，你就是要先取关键字，然后再利用连锁法关键字，用记忆的方法记下来，你就可以把整篇课文都写出来了，不会花很多时间。这样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再看第9个。来，满地的玻璃碎片洒在厨房地板上，你会选哪一个？玻璃碎片，对不对？你的脑中就想到说，那个厨房的地板上有很多玻璃碎片，那这个玻璃碎片平常地板上不会有嘛？现在有玻璃碎片在上面，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关键字。你的脑中有这个图像。再来，鲜红色的番茄酱滴在他的衬衫上。鲜红色。其实你只要取番茄酱就可以，因为番茄酱一定是鲜红色的。好，再来，它拥有澎湃的生命能量。你会想要学哪一个？在这边对，有的会想要选，可是这边后来我们就觉得好像选澎湃比较记得起来，因为这个澎湃这个感觉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感动的感觉，字又比较特殊，好像比较容易可以取得出来。那我就知道说我的生命能量是很
潜能是很大的、无穷的，就是像澎湃的大海一样这样哈。再来，人们常以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自己所要学习的事物。喜好，对，喜好，这就很明显了。再来，善于讲话的人晓得控制讲话的速度，因为他们能习惯停顿。停顿。对，因为你讲话如果没有停顿，有时候那个意思就会不对了，哈。而且听的人哈也听得快要呼吸困难，因为你没有休息，他也不能休息。再来，第14个，不要去哀悼那些得不到的事物，而要庆幸的是已经掌握在手上的东西。掌握手上啊，因为而要是一个提示词。再来15个，一整部地质史在大峡谷壁上表露无遗。大峡谷啊。再来第16个，基因虽然位于去氧核糖核酸，就是 DNA 上哈，但却透过蛋白质来表现其遗传性质。蛋白质。对，这个都很简单的。再来第17个，如果你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我一定会支持你。善意。18，与孩子为友，你会发现他教你比你教他更多。这个哈，这个后来我们觉得应该是选你教他，因为我们会觉得平常都是大人在教小朋友啊，可是在这个地方他会觉得说，其实你跟小朋友在一起，你会发现小朋友也可以教你很多，因为我们已经失去的一些很自然的东西，我们反而已经忘了，反而是因为小孩子他很天真无邪的表现出来，反而是教了我们，所以在这边我们会觉得他教你这个地方会是关键字，他教你。好，那我现在我叫到名字的话，那我讲关键字呢，就把那句话试试看啊，没关系啊，试试看啊，不会也没关系，没有教我的。签名是没来吗？谢北如没有来了，是没有签名是不是？你有签吗？哦，那是妈妈，是妈妈，我看错了。好，谢北如，你要你坐着就好了。澎湃，生命，要大声一点，然后有自信，好。再来。高世民，停顿。高世民在哪里？不是啊。有没有想到停顿？没关系，我刚刚不是讲吗？讲话技巧。啊，对，这样就对了。要有好的讲话技巧，就是要停顿嘛，你要控制讲话的速度，就是要停顿嘛，不然的话，讲的人快断气了，听的人也快断气了，对不对？我刚刚是这样说，啊，好，再来，郭佑君，玻璃碎片，玛丽的玻璃碎片掉在我厨房的地板。哎，对。再来，蔡松达，大峡谷，一整部地质史就那个呈现在大峡谷壁的场面。对。再来，吴月伟，善意的。
喜欢你。最后会喜欢你。比例加那个蛋白质。基因虽然会变，但是蛋白质可以改变它的表现它的遗传。这样子的话呢，会不会很难？会不会？如果你把关键字取出来以后再来想整句的意思，会不会很难？好，这个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当你在做笔记的时候，你要能够把关键字取出来。就是你这句话了解以后，你要做在笔记上，你就是把那个关键字取出来。取出来以后，你以后看你的笔记，只要看到这个关键字，你就可以想到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因为你不可能把整句话都把它写在你的笔记上，那你就是在抄课本啊，不是在写笔记。笔记就是你要能够理解这句话以后，把它的重点抓出来。抓出来之后，你下次再复习这个笔记，你在复述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关键字就想到整句话，这样子能够讲出来，用你自己的话讲出来，这样子叫做融会贯通。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甚至如果说这是一篇文章要你背的话，你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背。好，用这种取关键字，然后再来背它。第一个，你可以利用理解的方式来背它，而且可以节省很多方法，节省很多时间，因为你是聪明学习嘛，你只是在记关键字而已嘛，你不是每一句话都在记忆。好，所以记忆是要透过理解来记忆，而不是死记死背。有没有问题？好，这是妈，我有问题。我没有用这个方法，我只在想象而已哈。这个关键字可能会重复。比如说，我今天这礼拜学到绿色的蔬菜，可能我2个礼拜的时候也学到绿色蔬菜，我都把它挑出来。那以你的经验，你会不会去弄混了？或者是说，你会不会去忘了前面的，只记得现在的？好，对，那个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我是取这一句话，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在做笔记的时候是整个课文，我这个课文里面，我可能就是有个题目大标题。然后，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标题，我们还会有标题。好，为什么我会写绿色蔬菜？我可能这个课文是在讲什么？我是在讲说身体健康的重要啊，怎么样啊？那我可能是会有一个标题，那标题后面才会衍生出有绿色蔬菜。那你下面那一篇文章，它的绿色蔬菜可能是在讲市场上卖的东西，有绿色蔬菜，它的标题就不一样了。它标题可能是市场上的景象，那这个可能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所以说，当我们整篇课文的时候，我们会有标题，然后后面有关键字，那这样子连过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你就不会忘记了，因为标题不一样。好，因为我们是分开来教，我们先教那个关键字，我们后面就要教标题了，然后再来就是教分类。好，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哈，我们再来就是要教这个分类。好，为什么要教分类呢？因为你的关键字选出来以后，你要把它分类分好，看它是属于画的啊，还是属于布啊，属于套啊。好，分好以后呢，然后你前面下标题，那才是一个笔记。好，我们这个只是那个做笔记的步骤之一而已。我们做笔记就是要选关键字、分类、下标题。好，那我们要学分类的时候，这里有2个练习。那等一下你们一边下课，等一下就可以下课，然后你们就可以做这个练习。好，来，如果这里有这么多东西要你记它的话，你会用什么方法去记？你要不要先来做分类，再来记它会比较好？好，那你要怎么分？每个人分的大概都不一样。好，你可能像它这个的话，你可能可以把它分成怎么样？比如说随身听是属于电器方面的东西，你就属于电器方面的东西就在后面，后面有 A B C D F 对不对？你就把它分在同一类，然后上面你就跟它下一个标题电器类，好，然后把电器类的都写上去。好，那譬如说，螃蟹、珊瑚，这可能是属于海里面的东西，那你就属于海里面的东西，就跟它写在一起。好，然后呢，譬如说。汽车、交通类，那你交通类就把它写在一起，然后写完你分完分类以后，再来记同一类的东西有哪些，是不是比较好记？好，一样的，后面这里也是，
像这个大白鲨哦，它是一部电影的名字，乱世佳人也是电影的名字，同样都是电影的名字，你就把它分在同一类。好，这个就是分类，然后分完类以后，你就把它写在后面，然后上面为它下标语，它是电影类、国民、文具用品，然后把它分好，然后写下来。像这个就是分类，好不好？然后你们先下课，然后再写。再多久？看你要上课前还是要下课？多久10分钟，好不好？那我顺便收一下这个妈妈放的奖励100块，好不好？100块。好，那在这边当然要表现一下过关状元的什么，是不是真的很厉害？过关，自己考过关哦。来，那我们来读，来读，我们来读经，读一读，让我看看有没有真的很厉害哦。我们来读百孝经，好不好？来，今天有考百孝经的举手。告诉谁？号手放下。来，有百孝经第一句，天地众孝，孝当先。要念慢一点哦。看超市姐姐的手，如果你们抢拍子了，我的手会举出来，我就会这样哦。天地众孝，孝当先。如果你们真的念太快的时候，要看我的手，我的手打下去才可以念一个字哦，好不好？好，那预备哦，来，天地众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
们呢要怎么孝顺父母亲呢？来，我们做一天。平常在生活不乖的事情要把它改过来，个性不好的要过来，然后父母说什么就应该做到，不应该反抗。好，来，我们掌声，谢谢他，谢谢，很棒。然后讲了3点，第一点呢就是不乖的时候，父母亲如果指责我们要怎样？要改进，要改过来。第二点，他说如果自己的个性很不好的时候啊，也要自己提醒自己哦，要改进哦。还有第3点是什么？第3点是什么？父母说的话要做到。你看哦，孝顺是不是2个字？那孝呢跟顺，顺它的意思就是跟我们讲，你要孝父母之前，要先去顺从父母的。很棒，要先去顺从父母的意思哦。然后你先去顺从他的意思之后，才能够做到孝。这样 OK 吗？ OK。可以吗？可以啊。好，那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太多小朋友考试了真的太多人通过太多科的考试，所以呢，我们工作人员在努力做各位的奖状，所以因为还没做好，所以呢，我们利用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读《太上清净经》，好不好？来，今天有考《太上清净经》的举手。好，来手放下，一样哦。她是姐姐哦，会把那个麦克风拿到你前面，你就顺着一直念下去。来，《太上清净经》，来，老君曰：好，超思姐姐得到最新消息，奖状做好了哦，有没有很开心啊？有啊，来用一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文书组的老师，很辛苦耶，马上考完，马上要做奖状，很厉害哦，个个都是电脑高手。好，那这边呢，我们要先进行一项奖项，这项奖项呢，就是各位小朋友，你们都是到哪里去？不知道？高雄哦，高雄的哪里？哦，你们都是到那个佛堂去的，对不对？还有些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请代表哦。好，那现在我们要来，首先要来表扬坛主奖，我们要表扬冯文信坛主，好，他们的佛堂今年新设了读经班。好，那我们请江慧瑜代表上台领奖，来，小朋友掌声。你看呢，要有坛主他们的佛堂愿意贡献出来，让小朋友读经才可以去读经，对不对？所以真的很棒，很伟大啊！来，那现在呢，我们请我们的付钱人呢来为我们颁奖，来，掌声。好，我们谢谢，我们感谢冯坛主，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颁奖。颁奖之前，我们要先来点榜。那点榜呢，我们当然是请我们的付钱人上台为我们点榜，好不好？我们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贤啊，帮我们点榜啊，这样以后我们年年呢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好，那现在呢？好，我们现在进行点榜，点状元1点1颗状元，孔孟圣道传世上。2点2颗状元，快乐读经你和我。3点3颗状元，读经文化大丰收。来，小朋友拍手。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敲锣，我们要来敲状元锣。我们同样请我们的付钱人帮我们敲锣。好，敲锣，一敲状元锣，读经推广大蓬勃。2敲状元锣，百洋旗帜传万国。圣道弘扬正9州。谢谢谢谢我们付钱人为我们敲锣点状元，谢谢。紧张了吧？紧张了吧？你们的时间来了哦，紧张了吗？不会吗？等一下上来就会比比准哦。看人。好，现在我们来进行颁奖了。首先呢，我们来颁发1颗状元。来，小朋友，赵氏姐姐念到你的名字，你要喊1哦。然后呢，从那边上来，这边下来哦。
呢就有希望，对不对？对啊，我们这些一科状元，我们这些一科状元呢，都是今年刚刚开始读经的哦，所以真的非常好，非常恭喜他们哦。小朋友，等一下哈，要照相的时候啊，你如果看看你比较矮呀，你就自己站到前面来；比较高的你就自己站后面，这样好不好？来下一个 A B C C C， 好，谢谢我们这些一科状元，谢谢你们，好，掌声鼓励他们，谢谢。好，接下来一科状元王奇文，一科状元王小涵，一科状元陈德信，一科状元许家伟，一科状元李国林，一科状元罗子祥，一科状元王之英，一科状元王义学，一科状元吴佩珊，一科状元吴彩轩，一科状元张琳。来，小朋友，老师叫到名字上台喽。一科状元杨雅竹，一科状元罗义慈。好，我们恭请这15位小朋友上台接受领奖。好，现在我们请罗义慈小朋友代表领奖。来，罗义慈小朋友请出列。现在呢，我们请我们的陈典传师上台为我们颁奖。来，我们掌声欢迎陈典传师上台为我们颁奖。好，我们请义慈帮我们代表领奖。来，掌声恭喜他们！掌声要大声一点点啊！人家第1年来参加考试耶！好，恭喜恭喜！好，现在我们一起和陈典传师一起拍照。好，我们来想想看，自己要摆什么 pose 哦？想好了哈，来看前面哦 ，A B C。好，谢谢，来谢谢我们这些这几位小朋友，谢谢你们。好，接下来颁发一科状元，一科状元王新军，一科状元黄博瑞，一科状元张志雅，一科状元沈博佑，一科状元许慧群，一科状元张正文，一科状元吴佩翰，一科状元黄宏伟，一科状元王义奇，一科状元温嘉丽，一科状元王正海，一科状元王海柔，一科状元王荣台，一科状元卢俊贤，一
2